乐！赏月生日是一天很开心的日子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讲，大家一定都不知道，所以你千万要学会这句话哦！注意听哦。金杯日係愛嘅賞月，金杯日係愛嘅賞月，金杯日係愛嘅賞月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当你把这句话讲出去之后，哈哈，大家该准备就会准备，要怎么样帮你庆祝，你就可以很快乐的过你的赏月生日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走。金杯日係愛嘅賞月。尚伟，今天賞月啊，蛋糕这么大一个，知道女朋友哦。哦，哎呀，不是女朋友。金杯日係愛嘅賞月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所以呢，我特别准备了一个給亂果蛋糕回来跟你们一起吃，可以吗？哇，谢谢尚维，给龙狗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快许愿吧。对，许愿啊！第一个呢，来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健康快乐，安尼是青春的事情。尚维，这是我们一起送你的赏月电路。哦，原来你们早就知道，今天是我的赏月生日，特别准备了赏月电路生日礼物要给我哦。对啊，而且啊，这才是我们特地为你挑选的束贝哦。束贝，哎，刚好哎，手表啊，来，先藏起来哦。那我们来吃蛋糕啦。复习時間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金杯日係愛嘅賞月。金杯日係愛嘅賞月，蛋糕給亂果，健康，天空，快樂，禮物，電路，手錶，束錶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，聽下嚟講客家話。